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节之一节第4条。照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节都有担当的意思，咱讲是责任或者是职责，另外还有负责。责嘛有刑罚，或者是甲人嫌，像咱讲责备、谴责。若是认为是家己的责任未得过，咱讲自责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责备，嘛当讲是见怪甲人骂、甲人谴责。过去嘛有人讲是过责，这个意思就是批评、指责。颠倒变的词就是甲人恶闹、甲人报。第二个词读做卸责任，会当讲是下提责任，就是甲责任甩掉，互人认为讲毋是家己毋对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毋是啥物特别的节日，这阵人伫遮放烟火、放炮啊，亲像是过时未腊日，结果害人厝盗火，才互相来卸责任。该在无人受伤，在无的损失一时歹算，附近的民众走出来，甲因责备，骂甲无力，互因叫毋敢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责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